真求你，伫你的双中做大的愿望，就是耶稣，我真求你，伊真求你脱离罪恶。踏入光明前途，耶稣听你，伊真求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
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。我要惊一罪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惊一罪。有一项事，我要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旨意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中保护我，伫伊的帐位内，将我藏伫伊宝贝看捌的所在，举起我伫石盘顶。当我的头壳得到举起，较悬伊伫四面的对敌，我要伫伊的宝贝献欢喜的祭，我要吟诗，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。这时，请咱大家来吟圣诗，学乐上帝。圣诗25首，万军的主，至圣的厝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这时，
咱三个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11个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。圣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也这请坐。请咱三甲来启用。是圣诗后壁面启用文25篇。诗篇121篇，我要举目望山。我的帮助对倒落来，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，保守你的脚脚无拄面。保守你的是耶和华。耶和华伫你的正顶，做你的阴暗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年时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。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阿免。阿免。请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21首 A 调。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请咱坐咧吟全首。请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稳定的主，赏赐平安的上帝，愿伫圣殿感谢俄罗敬拜你。主啊，经过2个月的管制，愿兄弟姊妹今仔日会当伫圣殿内同心做礼拜，阮的心中充满着欢喜甲感恩。为着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对心中大声讲：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！伫疫情的境遇中，阮学习到一件生命的功课，就是主你的话是阮世间人平静安稳的照盘，也是阮心灵平安快乐的源头。主，你讲你就是道路、真理甲活命。主，只有你会当带阮进入上帝的国度，领受迄个满足的喜乐甲
甲永远的福气。是阮的主，当我敬拜你的时，恳求你压落听阮祈祷的声。主啊，当我读圣经的时阵，我看见所记载侪侪的信徒，当因伫生命中有拄着困难，伫因的国家有拄着危机，因的社会出现问题的时，因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我嘛要学习因，到伫你施恩宝座前，恳求主你的帮赞，求主你赏赐阮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家庭有平安甲安乐，也互阮的国家社会所面对的艰难，拢会当变成做主你的祝福，互阮软弱的心灵变做刚强。主，求你互阮看你的权柄，赢过看伫外在的环境。主，互阮用信心来领受你上帝国的疼甲恩典，通互世间人知，你是阮生命的石盘，是阮所倚靠的救主，是疼世间人的上帝。愿你极大的权能，互世间人看见，也互众人羡慕，来亲近对你。愿一切的感谢恶乐，拢归乎至权荣耀的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学乐即时请献歌队。
这时，请咱三甲来强守上帝话。首先，咱来看旧约圣经撒母耳下卷22章31节到33节。撒母耳下卷22章31节，论到上帝，伊的道路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锻炼过的。既然我靠伊的，伊就水因会灯牌。耶和华以外之水是上帝啊！咱的上帝以外之水是石盘啊！上帝是我坚固的营寨，伊引带完全的人行伊的路。接下来，咱来看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到11节。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到11节。第7节，恁用凡所挂虑的交付伊，因为伊关心伫恁，着节制，着警醒。恁的对敌就是魔鬼，亲像好的狮四过行，在找所通吞食的。恁对神坚固，着抵挡伊。在恁众兄弟伫世间，也经过这样的苦难。第10节，各万项恩典的上帝，就是捌伫基督叫恁得到永远的荣光的，伫恁暂时受苦了后，家己要互恁招全坚固勇行，关灵归伊到代代。阿门。以上正道。上帝是我稳定的气力，请曾牧师。所听兄弟姊妹看到恁伫坐伫礼拜堂内底，实在是足欢喜。咱做吟诗的时，嘛充满动心的气力。咱已经2个半月，咧吟圣诗的时，牧师拢爱用真破切、烧声的声唱互恁大家听。但是今仔这个礼拜中间，我想咱咧唱圣诗的感觉就足不一样，因为咱感觉会当做为吟诗是一个快乐的代志。咱来感谢上帝赏赐台湾是真短的时间，虽然对咱来讲2个半月实在义工要挡袂掉，但是上帝互咱台湾是一个受祝福，会通伫2个半月中间控制甲只有剩10几个人，逐工的。这种的疫情，这是非常非常无简单的代志。无论外人好的医疗制度、科学国家，因拢无迄个把握讲会通伫真短时间，将这个受感染的扩大，马上就控制好好势。感谢上帝，毋是咱台湾人熬，是因为上帝互咱台湾人有同心。咱伫每礼拜领受上帝话进前。咱搁一摆，同心来为着教会甲台湾同心来祈祷，充满恩典祝福慈悲怜悯的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。阮珍惜这种会当去定心当主接做伙做礼拜这种的欢喜，做阮心中讲袂出来的欢喜，催逼阮的心紧紧靠伫上帝你的圣殿。虽然伫网络中间，阮真方便，嘛会当参加主日的礼拜。但是咱个感觉真正是不一样。主啊，会当进入你的圣殿，毋免声音，毋免语言，简单，阮真坐伫这个所在，这种的感觉就充满欢喜。主啊，求你怜悯台湾人，怜悯阮的教会，怜悯逐所在，互阮的学老通伫你的荣耀的国度的内底。主啊，将你的话，特别是你稳定的力量，通过今仔日阮同心的祈祷甲礼拜。主啊，所有一切稳定的力量，拢是上帝你所赏赐。这是阮的保养，嘛是阮的祈祷，嘛是阮的宣告。主，愿你降临伫阮的中间，用你的话，用圣神，用你的慈爱，来空阔阮平安的心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这礼拜有两个感动，这两个感动都很有感觉。第一个感动就是咧看电视的时看到一个广告，迄个广告叫做“稳定的力量”。我唔知恁有注意到这个广告无？这个广告无真多，伊是一间电缆公司，意思就是讲透风落雨，伫3个半暝，电缆若咪足用，风扫着电线若落去，可能规区拢乌天暗地。所以这个电缆公司伊就用一个广告的题目叫做“稳定的力量”。我看了足有感动诶！我就甲上帝讲，上帝礼拜日我嘛要求上帝，你予阮的礼拜日的兄弟姊妹，因来做礼拜时阵都很有感觉，很有感动。阿们嘛。这个广告讲，每一摆若到暗暝加班超过12点，我经过这个宵夜这个面档，我就拢会去点一碗烧烧的沙白鱼糜。我若食，我若甘着目屎，伫迄个所在将规工的委屈拢拼出来。迄个台语的广告甲迄个经典，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中间有真侪的生活中间，互咱的担当甲压力，为着工作着磨，为着家庭的经济着磨，为着真侪的情景，咱有讲袂出来，不得不的迄种的辛苦。这个广告讲了足好，稳定的力量。透风落雨，有一群人伫电报跳伫外面来维持咱的方便。但伫厝内透风落雨要有 WiFi， 伫厝内透风落雨咱要有电火。什么种的力量咧帮助台湾、帮助这个社会、帮助你甲我有一个稳定的力量？我看到这个广告了，由不得我想要更加了解讲这个广告。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一个互人稳定力量的上帝。这礼拜我相信恁会感觉讲做台湾人实在是足骄傲，因为咱有真侪少年囡仔19岁、20岁，因为全世界奥林匹克的比赛顶冠，哇，互整个台湾的名赢过 Chinese Taipei， 台湾人讨一口气。但是伫恁咧看奥林匹克的比赛时，我毋知恁有感觉无？稳定的力量，敢有足重要？是甚物力量，互日本的混双乒乓球的混双的冠亚军赛，互日本的球队会当伫最后得到金牌？恁敢有看到迄场的比赛？这场的比赛，日本的查甫的混双的乒乓比赛中间，总共因应该比毋知7局，比5局7局，但是头前2局日本队拢输啦。伫远远落后中国队的这种的情形中间，因后来拼，每一粒球，每一个时刻，拢伫迄个所在真谨慎。这毋是能力甲技巧的问题，这是人的内心是毋是有够野的抗压性？你讲对毋对？就算说你真有实力，有真侪人伫考试，少年囡仔，你面对考试的时候，你的实力就打折，因为咱的抗压性有问题，也是讲临场的紧张。所以今仔日我用这两个感动，要甲兄弟姊妹，咱做伫上帝的面前讨讲，上帝无论我的情景是怎样，上帝是我稳定的力量。兄弟姊妹，这种的人物是圣经中间真要紧的主题。你若去读诗篇，你就看到，耶和华是我的冠台，耶和华是我的石盘，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恁会记无？代表咧祈祷中间，伊真侪是通过伊的人生的经历，伊将伊的生活变做伊的祈祷书。耶和华是我的盾牌，耶和华是我的冠台，耶和华是我的石盘。这圣经拢来讲去，上帝是互咱得到稳定力量的上帝。所以讲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用较无心甲上帝讨。恁毋免回答牧师，我拢知恁较无今仔日的礼拜。我看到恁行入来迄种的动作甲神情，我知影，伫第一个时间，
解封了后，第一个时间会通做伙同心的人，拢总是第一，伫这个大家庭、甲这个信仰、这个教会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大大祝福恁，咱拢有份伫第一个时刻，就亲像主耶稣死过活，迄个第一天走到亡灵去看耶稣基督遐个妇人人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上帝大大施恩祝福，伫你我咱的心，伫咱的教会，也伫这个社会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力量赏赐咱。今日我要通过圣经，甲咱来思考讲，咱要怎样成做一个有抗压性、有上帝所赏赐咱稳定力量的信心。这个力量甲信心，仰望人也是对上帝来，但是基督徒伫这个信仰的功课顶端，咱应该明白三项物件会当互咱这种信仰的力量。第一就是上帝家己，独只有圣神充满伫咱的内底，咱就得到自由。圣神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得自由；圣神伫什么所在，什么所在就得到光明。圣神运行，人的生命就充满力量甲权柄。所以第一，第二条上帝；第二，上帝通过圣神要甲咱讲话，上帝的话本身就是力量。今日咱所读的新约中间，彼得前书伊讲，魔鬼亲像好塞，伊拢甲你讲，你很笨，你不能你无效啊。今日圣经讲，魔鬼亲像好塞，要吞食人，伊的意思就是迄个消极恶势力，常常对上帝的囝儿讲，上帝不爱你啊啦，上帝不爱听你的祈祷，你无路用无效啊。今日圣经大概是咧讲的这个意思，魔鬼吞食，魔鬼将咱内面的迄种的积极恶梦的心，甲咱啃食掉，所以咱就成做一个无恶梦、惊吓、软弱的基督徒。迄个吞食的意思有两个字根，一个字根叫做从上而下，从外而内；第二个字根叫做啉落去。意思就是甲你食落腹，对顶端来的恶势力，对外面来的恶势力，甲你吞落去。但是圣经讲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兄弟姊妹，若有上帝话圣神伫咱的内底，咱就甲魔鬼讲，你袂通侵犯我。有这种的信心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圣经嘛讲，在我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。踮伫我内面的上帝赢过这个世间的上帝，所以今日圣经讲有至水是上帝，耶和华以外至水是上帝。咱的上帝是石盘，咱的上帝是金牌，咱的上帝是我的影子，影子就是一个保护层、保护的一个城墙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将这话背起来。咱拄着，特别是拄着逆境的时，来用这个圣经来祈祷讲：上帝是我的冠带，是我的石盘，是我的金牌，是我的影子。我的上帝是世间极大真个我的上帝。就算在我头前乌天暗地，好亲像无仰望，但是我的上帝。伊的确要带我行一条永远的道路。愿咱来到天父上帝面前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同心有三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讲：主啊，开我的耳孔，互我听到你的声音，毋是听魔鬼的声。感谢上帝，今仔日的礼拜毋是遐尼顺遂，虽然咱已经解封，但是今仔日的礼拜是咱一年中间52个礼拜，真少拄着。会无方便就是落雨天。咱通常我毋知恁有感觉无？无史上有感觉就是，通常若落雨天，到要做礼拜前，雨就拢会停呢。互咱兄弟姊妹毋免摇雨伞，足容易就会当入要做礼拜。咱拢无感觉是稳定，但是今仔日嘛是稳定。咱淋一寡雨算什么？风雨中间对咱来讲嘛是一种学习的功课。伫实际的生活中间有风雨，但是伫灵魂的道路顶端敢有风雨？有，
但是无论什么种的情景，拢袂通阻挡。我今仔一定要去做礼拜。我知咱今仔中间可能有人翘倒摆哦，但是咱若看到天乌乌，咱就感觉讲啊好啊，今仔莫出去，因为今仔日徛到半路，万一若拄着落雨要安怎？愿天父上帝纪念咱无受阻挡这种的信心。所以第一，咱毋是看日头、看景致、看记号，咱是看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读这段圣经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学一个功课。咱的心若受攻击，咱的心若受搅扰，咱就把迄个搅扰攻击伫咱内面，迄种的杂音，甲伊讲撒旦提去。哦，咱的耶稣有当时若歹起来作歹，甲彼得讲撒旦提去，因为你无体贴上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今仔日圣经彼得就是互耶稣甲伊斥责讲撒旦提去。哦，所以彼得可能就拄久中间了，骂一个人醒起来。所以后来彼得伫伊的批信的中间，伊讲着将凡所看入的交托上帝。你的生命中间拄是心中的情境、烦恼、看入、软弱、绝望，就算做流目屎嘛，跪落来祈祷，仰望交托，听人祈祷的上帝。圣经讲什么？伊关心伫你，伊关心伫你。兄弟，甲上帝讲，我感谢俄罗你，因为我知影无论什么种的境遇，你永远是我的上帝，永远是我的天父。所以无有任何时刻你会气杀我。伊关心伫我，兄弟姊妹常常有信心，因为咱上帝关心咱、听咱，毋是因为咱偌好、偌牛、偌有能力，是因为咱是伊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所以会记日，甲你的囡仔讲，爸爸疼你，妈妈疼你，毋是因为你的才情，毋是因为你真乖，是因为你是我的囝。所以你姊妹，愿主所予咱的这种话名到代代，愿上帝所赏赐，伊会帮助伫咱的内底。阁有节制，节制这个字非常重要。伫杂音的时，伫搅扰的时，专心。就亲像拄则我甲恁分享讲，迄个日本的混双乒乓的金牌比赛。其实兄弟姊妹，你看咱台湾，咱应该感觉足欢喜的，因为你来看迄个拍乒乓迄个高囡仔19岁，伊拍了虽然无得到金牌，但是大家拢甲拍拍手，因为甲伊比赛遐全世界的球王啊，大家拍了拢跪落去，用要爬袂起来。迄个特别是迄个意大利的球王啊。会得讲，拍了后，伊感觉讲，哦，实在是今仔赢了有够险。迄个中国球王到尾嘛学了讲，咱的林昀儒对吧？所以兄弟姊妹是啥物原因？伊专心，伊毋是讲我是一个金牌的卡小，所以我今仔日是用金牌做我的目标。他认真的打好每一颗球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节制警醒，因为真侪消极的信息，咱讲做负面的思想，负面的思想常常来改变咱的思考甲意念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节制这个字足水足特别，伊叫做 never， 这个字甲啉酒醉有关系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当魔鬼甲你攻击的时候，你就忙，亲像啉酒醉，就忘了我是谁。这个字本身因为通俗的字有这种的意思。所以当保罗讲，恁就醒起来，唔通亲像啉酒醉的人，恁就醒起来，唔通忙，恁就要常常得时不得时，拢保持一个觉醒，讲我是上帝的人。上帝有看见，无看见；外人有看见，无看见。我永远是一个上帝的囝儿，照上帝的话来行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这个话有几种的意思：清楚、冷静、谨慎、节制。清楚、冷静、谨慎、节制。咱若无清楚，
咱也无清醒、无冷静，常常咱会讲毋对话，做毋对代志。所以节制是一个真要紧的品格，但是节制能力毋是咱做会到。所以保罗讲，在我里面有一个人，在我里面有两个律。我所爱的好，我做袂来，但是我做袂来，我做无爱的歹，我常常互伊引诱，然后感觉真郁卒，嘛真后悔。所以听弟兄妹，到只有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的节制才有得胜的开展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帮助，对今仔日的圣经。对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咱明白魔鬼就是一个看袂到的黑暗的势力、负面的势力。所以有时魔鬼附身的时候，真像精神异常的人；但是有时魔鬼搅搅的时，只不过就是人真像啉酒醉，人失去伊应该有的清楚冷静的判断。伫这个所在，圣经咧讲起魔鬼亲像好狮要吞食人。这个字本身有两个字根，拄则牧师甲恁解说。卡达皮诺，卡达皮诺，卡达意思是讲对正面来，也是讲对头前迎面而来，迎面而来。所以这个黑暗的势力，亲像黑暗压榨我，黑天暗地一个绝望消极的势力压榨伫我的顶悬，对正面来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搁另外一个这个字叫做 Pino 这个字一个真要紧，伊就是啉落去，将你放落嘴，甲你吞落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花伫咱的心常常安尼安静祈祷，讲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学习大笔，常常家己花手祈祷，讲我的心啊，你着静静，因为耶和华要替你伸冤，因为耶和华要替你争战，然后呢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帮助你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开始，咱常常保护咱的心。魔鬼你绝对袂当吞食我，因为我的耶和华已经用伊的，我的主耶稣已经用伊的保护，甲我吸引。魔鬼绝对袂通吞食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平安永远无受剥夺。愿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内心的平安、喜乐、愿望，绝对无受到魔鬼的剥夺、剥夺。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点。所以第一个祈祷，咱咧讲上帝是我的力量的时，咱来深深知影讲，点伫咱内面的圣神，点伫咱内面的上帝，伊是咱的保惠师。我搁一摆。解说这段保惠师这个字，互咱做了解。保惠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咨商师。伫你的边仔中间，亲像咧比赛的中间，迄个选手，拢有一个教练坐伫伊的边仔。迄个教练就来提醒讲：你要安静落来，你注意看对方用什么种的策略，啊，你最擅长的，你应该安怎？这届比赛，咱看到一个足孤单的。就是这个乒乓球的台湾的国手庄智渊是无？庄智渊，孤独的勇者，一个人无教练伫伊身边，看到有当时会唔甘，鼻头会酸酸。当伊做无法度的时候，伊家己画暂停，无教练画暂停，伊家己画暂停，然后头壳咧咧坐伫伊的休息区咧想讲。这场比赛要安怎个拍落去？所以你姊妹，圣神是咱的咨商师，保惠师的意思就是讲，伊伫你的身边，常常咧将上帝话讲互你听。这个保惠师坐伫你的身边，常常咧安慰你、鼓励你，无失志。所以你姊妹，这个圣神保惠师常常要甲咱讲信心、仰望、仁爱。有我甲你伫咧，毋免惊。愿望就是上帝伫头前为你预备得胜。第三真来是什么？伫你感觉软弱的时，上帝用伊的疼。保罗讲，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、激励我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圣神的帮助的中间，咱得到这三项真要紧的宝贝：现今所存有信心、有仰望、有真爱。这不是形容词，这是三项信仰中间真宝贝。有信心的人袂惊东惊西，有仰望的人伊唔惊吃苦，有真爱的时阵伊袂感觉孤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常常安静听，常常安静听。做礼拜上重要，毋是听牧师的讲道尔，做礼拜上重要是听迄个牧师讲无了，无完全，上帝要甲你讲的。所以你今仔日礼拜牧师为着这个礼拜祈祷讲，主啊，互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礼拜。兄弟姊妹，每一个礼拜咱爱当心祈祷，毋是干那牧师有这个责任安尼祈祷。咱每一届来到教会时，咱应该爱甲上帝祷告。这个礼拜赐给我一句能够改变我生命的经文。这礼拜想使我一个会当改变我一生的智慧。伫这礼拜中间想使我进入你的圣殿内底，圣神充满伫我的内底。羊啊，认得牧者的声，恁会记圣经安尼讲无？我的羊认得我的声。所以基督徒最要紧的功课就是认捌这种的思想、这种的情绪、这种的念头，是啥物人咧甲我讲的？是魔鬼还是上帝？所以一个甲上帝行较近我的人，伊对上帝的声音是敏锐的。一个甲上帝有亲密关系的基督徒，就算说你免拍开圣经，你也袂记到，你已经甲上帝的圣神心心相印。你对上帝的念头、上帝的意念、上帝的计划，其实一刹那之间，上帝的参详、神圣的可靠，咱就明白。所以你今仔日头一个礼拜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你各种的稳定，你亲自享受阮、坚固阮、享受阮力量。因为我稳定的力量是对上帝来，我一切的亏难是耶和华所享受。所以第一个礼拜第一个祈祷，咱甲圣经祷告：主啊，求你互我常常听到正面的话语，互我常常听到主你鼓励的声音。主啊，当我伸出双手的时，主你看我，求你享受我有得胜的开展。愿咱的面前，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将咱的看路，咱提出来。彼得讲：交托伊，交托伊。凡所看路的一切，你心中所担忧，你的看路烦恼。祈祷最重要，不是讨，是交托。所以主耶稣讲：见了劳苦背重担的人，通就近我。今仔日答咱已经来就近主耶稣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带着信望爱，都去伫咱的人生的职场。第二，上帝用伊的话坚固咱。心理学家咧讲起，人一生中间就有真要紧的幸福的秘诀，就是伊生命内底要有一种正面的思想，英语叫做 mindfulness。咱甲伊翻译做正面的能量、正面的思想。mind 就是我的心思意念 ，mindfulness 就是讲我的内面有一个真深思熟虑，有真清楚迄种的好的念头。兄弟姊妹。圣经早就甲咱讲啊，好好保守你的心，你的心思意念。圣经真早，伊无讲我是心理学者，我不是心理医生，我不是智商师。但是伊讲，爱好好保守你的心，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人一生的轨迹是对心思意念来开始。所以求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享受咱用伊的话写伫咱的心头。用伊的话写伫咱的心头，所以上帝将伊的话放伫约柜。所以后来保罗讲，在我这个陶器里面有莫大的能力。
你敢会记顶礼拜的经文？哦，伊就讲伫我即个生命，即个真粗俗的生命，即个肥啊，也是讲即个肥所烧的、土所烧的即个干仔的内底，上帝倒什么物件？保罗咧讲即种的莫大的宝贝，即个典故其实是咧讲起上帝将伊的活命甲能力放伫约柜的内底。约柜中间放3项物件，第一就是上帝话10条诫，第二放什么？放玛纳。伫40年来中间，以色列人伫旷野所食的玛纳。第三放一支形机、形树机，是高大形树机，伊不信伊有活命能力的。所以上帝莫大的能力放伫咱的生命，即个回头或者气躯活命、血气粗俗的人的内底，上帝将伊极大荣耀的正面的思想智慧，赏赐予咱。原咱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记得心思意念的意思。第一，心思就是代表人的思想、人的情绪。无数几啊摆的礼拜中间，有甲恁分享，伫古老的灵修传统中间咧讲起的迄个logismoi 的意思咧讲起，人内面有一个欲望，人内面有一种的精神，情绪，人内面有一种的心思意念，这3项欲望、情绪、思想。33成就，你若袂记，恁倒去看旧报旧的旧报内底，然后你祈祷讲，主啊，伫我的心思的内底，我的心要食着健康的灵魂。啥物叫做头拄迄是意念，第二个叫做心思。啥物叫做心思？心思伫原文的圣经咧讲，就住在你里面那个人。保罗咧讲，踮伫我内面有一个人，好听的水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今日牧师要甲恁分享，得去想咱几啊年前所互咱的一个象征，叫做以利亚金的象征，恁会记无？以利亚金的象征，伊的根据是以赛亚22章22节，2222双双，22章22节，但是搁落22章23节，22章22节，伊讲我要将大别家的锁匙交代伫你的手中，你所开的门无人会当关，你所关的门无人会当开。迄是22节，所以上帝将以利亚这个锁匙，将这个天国的锁匙，放伫每一个基督徒的手中。咱的教会用安尼做祈祷，所以的象征就代表讲，当上帝甲咱三角地带，咱要有能力，通管理。搁落去23节，伊讲，我要将伊安稳亲像钉啊钉伫坚固的所在。今仔日。咱同齐用这段圣经为着咱的生命祈祷，主求你赏赐我坚固无摇动的生命，主你赏赐我坚固无摇动的生命。迄个安稳这个字是特别咱的和本翻译做安稳呐，但是这个安稳和本中文的圣经翻译做安稳，亲像钉啊钉伫坚固的所在。这个安稳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，哭。迄个安稳的意思就是，我甲你讲，干嘛？亲像咱的钉啊呐，你若要甲伊钉落，你爱用钢推啊，哭。所以伫这段圣经的中间咧讲起，上帝要将咱的用伊的手击打，将咱钉伫坚固的石盘顶悬。伊咧讲起迄个坚固这个字，圣经恁作识，那伊看中文恁看袂出来。迄个坚固这个字，圣经叫做阿门呐，水无？伊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的行儿，我的路仆，我的教会，因需要定伫阿门的所在，因才会当坚固。阿门这个字，牧师要甲恁分享，伊的字根来自于真理这个字 ，amet。伊的字音完全相同，母音无同款。犹太人其实因的文字古早只有写子音，没有写母音。这足深的牧师莫甲恁混淆，但是恁会记得。阿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理。我的生命要坚固，应该坚固定根。求上帝将我的生命定伫伊的话顶悬。咱去看另外一段圣经，你就知影讲，今仔日的圣经其实同款，
今仔新约中间咱所读的毋是咱的圣经，应该是金句。今仔日个金句讲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伊要坚固恁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伊要坚固恁。咱从以赛亚22章23节，甲今仔日个金句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3节，甲结合做伙，恁就知影，原来上帝话就是咱坚固稳定的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代表讲，上帝是我的照伴。伊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是信实的。这个信实这个字伫圣经中间是一个足水的字。伊真正原本的意思讲，上帝的信实，这个信实其实是上帝神圣的口恳、神圣的劝告，用神圣的悸动。上帝用伊的 pistos， 就是上帝伫咱内面的活开，就亲像呛袂掉的汽水，迄个汽水的噗噗噗噗，迄个噗啊。所以上帝圣神讲什么？要坚固恁。这个坚固这个字英语叫做 stable 稳定，佮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徛在 stand still， 就是讲当你徛伫什么所在，你安那纹风不动。这个字真重要，伊的字根来自于一个字叫做 style。咱咧英语讲徛掉叫做 stand up 站起来 stand。但是伊的原文这个字是来自于 style 这个字，其实就是道、真道、道理、上帝的话。所以兄弟姐妹，这两段圣经，互咱有帮助。所以上帝将咱的生命定调伫上帝的真理，上帝将咱伊的信息做咱的口恳，互咱对内面有伊所想事。互咱对内面有伊所想事迄个坚定，什么时阵？当魔鬼咧搅扰你的时，上帝用伊神圣的话，甲你讲，偷偷甲你讲，亲像教练，伊讲你免惊，伊个球咧甲你骗的，你目睭看清楚，迄粒球是安怎来，你注意看。上帝神圣的帮助，亲像神圣的火花。亲像神圣的气泡，神圣的感动。愿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上帝的话。第二，牧师讲，第一是对上帝家己得到感动，对圣神来得到真正的智慧。第二，对上帝的话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真感谢上帝，互咱的教会伫即届2个半月真无方便的时间，咱的查经班颠倒，有更较济兄弟姊妹得到鼓励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伫上帝的话的顶端得到造就。拄则牧师甲恁讲，迄个坚固这个字，徛在伫什么所在？伊的原文就是讲，你的内面有一个立场，你的内面有一种的主张，你的内面有一种的确认。上帝的话成做我生命的立场，这就是我的主张。所以无论这些世间安怎变，我永远徛在伫上帝的话。最后，牧师要邀请咱同心做伙来领受上帝是你最好的陪伴者。牧师伫去年有甲恁分享一本册，叫做《深井效应》。迄个深井效应咧讲起童年创伤，迄个医生伊发现一个真宝贝，就是伫伊个患者中间。因拄着童年创伤，但是如果伊身边有一群真三听的亲人做伊精神的支持，伊讲一个人伊若拄着无论任何什么样的打击，伊身边有一个支持体系，支持伊的人，支持伊的这种的力量，这种的人，伊会将迄种的挫折会自我疗愈，伊会自我修补。这是一个心理医生，一个医生所看到的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信仰上，咱早就知影。我若欠过真失望，你就尽力来帮咱，有无？咱决意三听，咱决意三听。圣诗317首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是咱上好的支持体系，伊听咱。
咱是上帝上好的支持体系，伫咱兄弟姊妹中间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要成做一个心灵陪伴的教会。首先，咱应该认捌什么人是咱的夫妻甲帮衬者。所以最后伫这个礼拜，牧师要邀请恁常常建立恁个人甲上帝亲密的灵修。一个基督徒若要有稳定的力量，伊常常爱进入安静的所在，互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圣心，互咱的心感受到上帝的疼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点。如果你若甲以利亚同款，你感觉够了啦，我的人生已经是在衰到有够衰啊！哦，我的人生拄到的艰苦苦难已经有够啊，够了。以利亚真正是伫当伊就拄着真多的精神的事，伊走去避伫迄个墓坑内底。去年牧师嘛是甲恁分享这个故事，来用以利亚这句话讲：主啊，有够啊！主啊，求你带我脱离惊吓颠簸的山洞。我无爱搁做秘在伫迄个山洞内底惊吓。我要亲像我主耶稣死3日搁活，要出迄个黑暗的墓坑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请你做我的大牧者。主耶稣，求你做我的牧者。主耶稣，求你做我的牧者。然后用牧师每一礼拜最后的祝祷，做恁家己的祈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甲恁三甲地地。牧师30几年来，我基本上无改变我祝祷的祝祷词。这个祝祷词就是保罗为着正教会所做的祈祷，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。愿主耶稣基督运费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。阿门吗？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带阮经历着这2个半月，无论阮拄着什么种的心境，但是今仔日阮重新自执，亲自做你的圣殿内。主，阮夜目看你，阮往你伸出双手，阮将阮心中负面的软正软弱来交伫你的手中。愿主你对阮的手中将这的土气，以及最最负面的思想软正孤单，恳求你用你稳定的圣手甲伊摕掉。率用你的慈爱，用你的怜悯，用圣神的感动放伫阮的手中，主帮助阮内面有正面的思想能力，将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家庭、教会。愿阮伫今仔日的礼拜往你夜目的时，阮的祈祷得到上帝你的成全。主，因为你疼阮，愿伫你的面前这种的确信，同心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来吟回应的圣诗，咱来吟圣诗来回应上帝。希望坚固，就是像耶稣救主上帝，那愿听我祈祷，最后世将到无，我专心。我靠呀上帝，只愿到我勇敢，在我心心安定，永我心灵，你
亲亲听你，相顺转心机，那会会变。我行黑暗的路，弯落到地脚步，弯出影窗。我变我最高，有问甲我担当，免我的主那横无通遗忘。那些那帮怪物，暗中黑暗时候，大路中我叫做一些不必，不管呀呀要你，让我就小就你把主养断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咱来奉献。那么用今仔日咱的祈祷来做咱平安礼的开始。咱伫安静的中间，咱同心用这段祈祷词，为着咱的教会献感恩，也成做咱的祈祷。
情况下，来内脏的手术已经出院平安。所以这嘛，因为年纪较年长，所以身躯虽然住院1礼拜伫澳洲，已经出院。咱来有着兄弟姊妹的家庭身躯健康。咱原来唱这条诗歌，咱彼此代祷，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咱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是阮的拯救，你是阮的帮衬，在阮一生中，你是阮最大的脚步，是阮的福分。主啊，感谢你保守所做的阿婆，互伊伫大院中间得到恢复。阮感谢你照顾陈华姊妹，互伊伫手术的过程中关有平安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伊出院，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保守，互伊的恢复到完全。虽然为着今仔日也无伫阮中间的兄弟姊妹，愿用少年的心，恳求天父上帝你祝福，愿每一个人拢伫主你的慈爱中间。主你继续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。也保守台湾得到台湾完全恢复正常的所有的社交生活，主耶稣愿你用你万能的圣手来拯救台湾。全为着阮所有每一个细囝长辈，求天父上帝你用你慈爱甲温馨放伫因，互阮出入拢平安，互阮的心思意念充满恩满甲喜乐。咱来用咱的目睭，甲咱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；用咱的目睭，甲咱的身边的人讲，耶稣听你。眼睛会说话，口罩戴起来，眼睛会说话。耶稣听你。好，咱来请咱属会人来报告。也这时我来报告，本周的聚会。祈祷会拜三暗8点，咱游园伫线上参加祈祷会。家庭礼拜暂停，青少年团契7点半，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。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，咱游园有线上你嘛会当到伫教育馆2楼参加查经班。圣港的服侍下礼拜书会。请张世昌执事领诗是暂停，司琴请刘一鸣兄弟，司宪陈美秀廖美娥执事交台第2组爱灿烂暂停，新安宫的读经请咱照顺序这来灵修。
机体交通第一，感谢俄罗上帝保守，台湾的疫情有改善。今仔日主一礼拜恢复实体的聚会，咱拢照期间有带喙安来参加聚会。防疫的政策虽然有小可解放，了有开放宗教的活动，总是7月27开始宗教活动室内限制50人以内，咱教会拢有做好先的准备咱下礼拜嘛有做分仓的安排，主堂、副堂、礼拜堂的座位嘛拢有注重安全的社交的活动距离，咱采50人以下。另外，咱还阁有备教育馆的空间，提供直播的设备。如果兄弟有缘希望暂时参加线上的聚会。咱嘛会当自行决定。非常的孝念大家，祝大家平安健康。第二，疫情的期间，愿上帝保守大家，求圣神保守。大家要注意自我的保护。出外时会记得带喙安，入门的时会记得洗手、喷酒精，尽量避免外出。愿台湾的疫情得到主的保守。早日得到控制。第三，请咱特别继续为着陈华姐伊的目睭的手术康复来祈祷，会当全然康复。第四，牧师有提供线上的查经，若有愿意参加的人，请你会当下载微软的 Teams 的这个软体，加入德登教会查经班的群组。若有问题，请咱向牧师也是义诊，咱的干事来询问。第五，生日的有淑卿长老、何新恩、郑世强、陈佩龙，咱为因生日祝福祈祷。代祷的事项，第一。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，咱迫切来祈祷。第二，为身心欠安的陈素、张婷、詹清真、钟岩、詹达、詹天碧、洪玉基、张仁举、刘启良、洪在经、洪詹素莲、王俊勋、潘素贞、詹秀丽，为以上的兄弟姊妹来祝福祈祷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年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，升高中的乔恩、千亿、维忠、维泽，升大学的以龙、以乐。第四，请咱来为着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代祷。第五，为着咱的姊妹教会代祷，韩国妇人一级德克达雅。报告以上。小见这真有福气吼，咱开放解放这个礼拜中间吼，那将小见这来头前，咱来为着小见这生日来祈祷吼。这是咱三甲来吟上演的圣诗507首，应光归圣父上帝，应光圣子圣神三位一体，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，无穷无尽。阿免阿免。请咱起立吟全首，尤其煞请曾牧师祝祷。
光归向北上帝，阳光升下升心三位一体，在地殿在地殿，从来也永远地殿，无穷无尽。阿门，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当扶持，甲恁众人三个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谢谢，灭道必会。